大家举杯一下好不好？各位朋友们，我刚喝完而已。我觉得每次表演我们好像在开同学会呢。有新同学跟转学进来，还有留校查看已经退学又重新申请留学的，对。中辍生。大家举杯好不好？新年快乐哈！扫墓节快到了哈，扫墓要开心。如果坟墓失火的话，要浇水哈。叫。接下来这首歌挑战性很大。哎呦喂！没有，现在在看到什么歌？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对，我们就请那个我们来自大武山乡公所的技师卢少华技师为我们介绍这首歌曲，好不好？掌声鼓励！卢科长，什么歌啊？你说卢凯的姑娘。那个不再让你孤单啊。不要呈现人家的歌。好了，因为卢凯姑娘是一个，她是我表哥啦。不是，我是说，姑娘变性成表哥，这是听过最荒唐的一次事。作词作曲人，他虽然很男性化，你不要这样讲他。少华又一个新的笑话记一下。好啦。101哦，新冠3月就新冠3月，再记一个啊。每次到台北都有新梗。不要浪费时间了。好了，卢凯姑娘的那个原创人是我的表哥，叫喇叭告。是哦。是。我跟他长得不是很像啊。好了。重点，不要浪费时间。重点是这是一首很美的歌。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唱那样子的，我们想说来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非常大。他蛮适合做国文老师。请问一下，自己出题自己难题。原住民课本国语到底几分？还有作文，我考比较低哦。你国小有上过一课吗？没有。你知道什么是国语吗？不晓得。大家讲English了。好了。然后我们就来聆听一下这首歌。OK。卢凯姑娘，小心走。人家好不容易讲，还一直颠人家。好，我们等一下还是请少华介绍。好，卢凯的姑娘。
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就是路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独立部落。再次啊！路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就是路开的姑娘，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跳着传统的舞步，住在旧钱的沙发。有着路开的姑娘，穿着传统的服装，我就是喜欢你。喜欢看着你背对白花，在舞圈里跳舞。路开的姑娘，路开的姑娘。喜欢看着你抽起白的头，羞涩的模样。路开的姑娘，路开的姑娘。谢谢。